南美洲乌拉圭当着这44年来上严重的可旱，政府是赶紧乌水井来应对。按乌拉圭的水务公司是甲井水甲海水透做伙，要争做咱人咧啉的水。不过民众是啉了感觉伤咸，颠倒互这矿泉水的销量变甲真好。工作人员带工线要拍淡水为另外一个水源送过来，因为另外一座水库已经枯甲见底。南美洲的乌拉圭当面临44年来上严重的干旱，虽然这几天有小可落雨，也毋过上计只会当经几天。最近几礼拜，为着民众有水通用，水务公司申请下面饮用水监督规范，将淡水甲河口的海水烧蓝。虽然安尼监督也是伤悬，泡出来地拢是咸的，互居民无法度接受，所以管他水开始大卖。Está salado. Y bueno, y ahí fue cuando empezamos todo a usar. Cocinamos con el agua de la canilla. Pero café, té, agua para calentar para el mate se hace con agua mineral. 乌拉圭全国上大的水库流量只存正常流速的2.6%，出来水甲盐水烧淡的应用方法，效果是相关的家用电器损坏。有的人也烦恼啉这种水会破病。乌拉圭境内有60项国土，互判定是严重可旱。那这摆极端可旱会发生，除了气候变迁，也马上互人会过度难困难措，也是互可旱加重的原因之一。Se debe que Aguascorrientes reciba menos agua dulce que antes, que no ha llovido. Entonces no se han llenado ni la reserva de Paso Severino ni Canelón Grande que 可旱结果也造成以农业为主的乌拉圭在经济上受到严重的打击。根据乌拉圭政府预测，这摆的可旱会让乌拉圭今年出现18亿美金的经济损失。乌拉圭首都蒙特维多市人口180万，占全国的一半。居民过去几礼拜拢是买管仔水来用，不过对弱势民众来讲就真艰苦。乌拉圭目前的水质也无适合有心的人甲有高血压、心脏病、甲腰子病的民众来啉。必须政府需要紧急弄井找水源，避免更较大的损失。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。